为爱宠带来百变造型，你需要这款蚁族宠物电推剪陶瓷锐角刀头，锋利耐用，不卡毛不发热，专业铜轴电机，动力强劲，铜丝可以轻松剃断，R 型钝角设计，安全不伤皮肤，使用更放心。轻触式按键开关，轻触即可启动，操作简单，5档刀头微调，让您使用时更加得心应手。低噪音工作，不易惊扰到爱宠。内置1200毫安锂电池，待机时间长达3小时，采用 USB 接口充电，方便快捷。3到12毫米限位书可以选择，满足不同需求。全身采用 ABS 材质，可以直接水洗，清理更方便。外观时尚，造型简约，打造毛孩子美丽造型。